呢粒到底係咩嚟㗎？一晚冇去到去邊度 ？Let's go！之前介紹東岸公園，佢連住嗰個防波堤上面呢，有個唔知乜嘢建築，第一眼呢，就以為佢係打卡位，仲有網友話係揸橙執氣嘅，心諗係咪想扮新加坡個噴水獅子呢？介紹公園嘅資料呢，冇一個係有介紹呢嚿嘢嘅，咁我認真去研究下啦，點知發現原來呢嚿嘢係世界之最嚟嘅。嗱，講得白啲，呢嚿嘢其實係一個排風口，咁啲風喺邊度嚟嘅呢？大家有冇印象喺中環啊、灣仔繞道嗰面呢，咪有條新隧道一夜扮過去東區走廊嘅？原來路政署咧引入咗一個空氣淨化系統，將啲塵同埋二氧化氮過濾晒之後咧，就喺啲排風口嗰度排走。而呢個打卡位咧就係其中一個排風口啦。路政署話呢個係香港首個，亦都係全球規模最大嘅行車隧道空氣淨化系統嚟噶。而呢粒嘢咧叫搖曳風帆，話係12,800人投票投出嚟嘅。咁講到話投票啦，咁搖曳風帆嗰陣時候有啲乜嘢對手嘅咧？好似飛機杯咁，大佬個名叫圓柱雕塑啊！嗱，另一個咧就係燈塔主題。哦，咁唔怪之搖曳風帆最多人投啦。咁啲曲線有氣流嘅感覺嘅，又喺唔同嘅角度睇到類似風帆嘅形狀。OK 啦，至少肯出錢花心機去令到市容唔好咁醜，唔好好似呢啲排風口咁樣又左掟又礙眼啦。舉步兵咁行咗1萬步啦，聽日再行過啦，拜拜。